天宝将军到。宇文成都拜见大帅。啊，将军少礼。宇文将军来得正好。周云昭深受国恩，不思回报，反而造反。天宝将军既然来了，我们4个正好将南阳城四面合围，断其出路，消其意志，择日攻城必能大胜。好，就四面围城，我军现驻扎北部，就负责正北门。成儿，你负责正西门。有劳宇文将军负责正南门。元帅，这南阳城三面平川，只有东门群山连绵。末将估计，武云昭必从东门突围。我的武功挡不住云昭，只有宇文大将军才能挡住他。不如让我跟宇文大将军调换一下。马将军，四面围城是你的主张，本帅已按你的主意分布，你却推三阻四的，这是为何呀？诸位将军，本帅分布已定，望诸位将军恪尽职守，玩忽职守者，军法论处。遵命。你去告诉宇昭，让他早做准备。是。此次突围，乡亲们纷纷送来粮草，足够用半年之久啊！这就好。 这也是大人平日里勤俭奉公、爱民如子才累积的福气呀。明日5更，准备突围，万众一心，再加上叔父大人相助，此次突围定能成功。突围出去之后，我们就寻一片世外桃源，男耕女织，过平凡人的日子，远离朝廷这些污浊之事。 启禀侯爷，我等正在北门守护，城下射上一支箭，有书信一封，请侯爷过目。大人，是否有何变故？叔父来的信，信上怎么说？天宝将军宇文成都已到，现在已四面围困。 叔父叮嘱我，让我围困之时，一定要绕开南门的宇文成都。宇文成都，听闻宇文成都武功高强，天下无人能敌。他若率兵来犯，我们福祸难料。 若是这样，我反而不能率兵出城了。叔父虽叮嘱我从北门而出，届时他一定会放了我。万一宇文成都从北门杀出，就会连累叔父一家人，只怕会伤亡惨重。现在四面围城，我们不得不出。一旦攻城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但是。 我们绝对不会连累南阳的百姓跟将士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明天一早，
我带你跟邓儿单独突围，直奔麻叔谋一门，应该不会有别的方向的追兵。若是突围成功，我们就有生机；若是不成功，也不会连累南阳的百姓跟将士。大人突围之后，就直奔河北凤鸣关，寻我爹爹李子通那里。他掌管着河北所有的兵权，或能够保住我们。侯爷，我等将军们都准备好了，随时只等侯爷一声令下，我们就出城突围。不用，你去把兵士遣散了吧。侯爷，明天突围，我只带妻子和登儿，不带兵士。侯爷，三思啊！他们虽然四面围城，可我们万众一心，仍有机会突出重围。可是突围凶险啊！你们这样岂不是白白送死吗？为侯爷万死不辞！万死不辞！你们可想想你们的高堂老母、家世妻儿，他们怎么办？啊！都不要说了，我已经决定，明日5更，我一突出重围，你们就挂起降旗。朝廷针对的是我。再说，罗将军以我父亲是至交，他不会为难你们的。你们要在南阳城好好的过日子。我要是突围成功了，我势必会投奔我的岳父李子通。到时候，我就会举旗反隋，再回来找你们。侯爷，您武艺高强，夫人她又不会武功，小少爷又尚在襁褓，你一人之力怎么能保护得了他们2人呢？那也只有拼死一战了。末将愿护送侯爷一道出城，生死无悔。不好了，夫人她自刎了。走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能赶小少爷以后，就叮嘱我们，让你明日早日突围。夫人，夫人还留下一张字条。明日突围，妾身必累及夫君，妾身死不足惜，指望夫君能保住邓儿，留我一脉无血。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啊！侯爷，你还是快点收拾东西走吧。夫人的后事有我们照料呢。立誓叛隋！我要杀掉奸贼杨广，为我胡家满门和夫人报
们起来，大家都起来吧。侯爷一向爱民如子，您家中之事我们都很清楚。我们虽然是一介草民，但是是非黑白，谁重谁奸，我等都很清楚。侯爷对我们恩重如山，这些命都是侯爷您给的。今天我们父老乡亲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保护侯爷。保护侯爷！保护侯爷！保护侯爷！我武云昭何德何能，竟承蒙大家如此厚爱？可如今南阳城四面围困，我要带人出去，定遭各路追杀，危险之至啊！各位的好意，我武云昭心领了。侯爷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替我们众乡亲考虑，那您的安危怎么办？大家放心，云昭自有办法。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！乡亲们保重！侯爷，保重！侯爷，侯爷保重啊！东门而来，从我眼皮底下溜走了，我马叔谋还真不好交代呀。将军放心，无论他武云昭从哪个门突围，都跑不了的。就凭你那两下子，我这两下子当然不行了。您忘了，还有宇文将军。只要他从东门出来，我马上去通知宇文将军相助。到了那时候，截杀他武云昭，岂不有如探囊取物、反守关门一般容易？报！启禀将军，武云昭出了城，从北面跑了。人是罗毅老儿在手，他要是敢放走武云昭，我看如何向朝廷解释。马上集结人马，趁机追杀武云昭。是。罪将武云昭，特来受赏。是云昭。住手！云昭，剑书可曾收到？收到了。叔父冒死送书，侄儿感激不尽。那为何不带兵马，却要单骑突围？我知道那宇文成都武功高强，我怕会是一场恶战，连累城中的将士，所以我才一个人突围的。那你打算突围之后投向何处啊？我打算去凤鸣关，投奔我岳父李子通去。怀中所抱何物？是我6个月大的儿子武登。那夫人如今何在？夫人，她未免拖累于我，已经自刎身亡了。好一位刚强的烈女！别怕，我让兵家让开，你就此上路吧。不，叔父，我这次来是特意向你辞行的。我有2件事情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说来听听。
第一件事，当你攻入南阳城后，万不可降罪于百姓和将士。这第二事，二是什么？夫人，在临终前，让我务必保全孩儿的性命。可是我恐怕会有差池，所以请叔父一定替我抚养孩儿。我云昭在九泉之下，也不会忘了你的大恩大德。云昭，我与父乃是世交，不能与他同死，已是大憾。可是现如今，你武家遭此磨难，而你又是武家唯一的血脉，我若不保全于你，你又如何替武家报仇雪恨？可是你在朝为官，若是放我走了，那暴君杨广岂能放过你啊？叔父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从东门突围，那马叔谋不是我对手，我一定能够突围成功。叔父，还望你替我抚养孩儿。你一定要把孩子带走。为了这孩子，你一定要保全性命，突围出去。你不愿走我北门也罢，就闯东门。若闯门不过，叔父自会接应于你。先吃。快快请起。叔父，我走了。侄儿保重。什么？他怎么又来东门了？他又绕回来，已经到栅栏了。带了多少人马？就他一人。云昭，你也太狂点了吧！立功的机会来了。哼，好汉架不住人多。哥儿几个，谁要是能把武云昭生擒活捉，我在丞相面前替你请功，让你们有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去。是。兄弟，你这斧头打起仗来好使吗？别管他好使不好使了，到时候谁敢拦着侯爷，我就算赤手空拳跟他拼到底，我也绝不饶了他。我跟你讲，兄弟，去年咱们村里重修汉寿亭庙的时候，关老爷周仓的盔甲都是我买的，那都是真家伙。那还不够去？走啊！走，我武云昭从此突围，避我者生，挡我者死。你们四位一起上，定能将他生擒活捉，打下。
一起上！听命！是。冤家路窄，吃我一枪！像是个孩子。出来！我射死你孩子，看你逃不逃！这何意呀？记住了，以后我在打的时候，再放暗箭，杀了你！驾！驾！跑了！啊！刀枪不入。哎呀，来，我看，
一模一样啊！周仓管个屁用啊！哎，怎么没用啊？等你们去救侯爷，他们问你是谁，你就说你是周仓来救忠良的。好主意！老子是汉室周仓转世啦！有一队士兵正追着一位将军，正往这边赶来呢。走，兄弟！兄弟，等等，带上这个。好，快走！汉室周仓在此，关老爷派我显灵救忠良。周仓，你打不过他的，快走！侯爷，你对我有恩，就是活出性命，我也跟他拼了！驾！走开！关云长在此。关老爷真的显灵了！快！天茂将军，武云昭呢？被关羽和周仓救走了。周仓，让我看看去！驾！这刚刚救我们那位大侠呢？去哪儿了？他已经朝另外一条路走了。侯爷，咱们已经出了村子了，再走20里就到清水河了。到了清水河，咱们就安全了。好。宇文成都说的没有错，还真有人假扮周仓。这个庙是哪个村的？报，是朱家村的。带人给我围起来。是。
人呢？搜到没有啊？没有。藏在哪儿？你逃不掉，到处搜。是。罗伊等人已将南阳关占领，正在商量班师回朝的事情。找人还没有找到，他们就回去抢功。我得回去一趟，你们留下来继续搜，搜不到人，就把整个村的人全部杀光。走。吴云昭虽未抓住，但南阳城已被攻破。你我几人都需回京复命，那留何人在此驻守啊？元帅，那就偏将张大新吧。张大新在。驻守之后，重新编制南阳将士，不得骚扰百姓。听明白了吗？末将遵命。侯爷，此地离南阳关已有20里地，追兵暂时不会追上来，赶快奔凤鸣关去吧，侯爷。保重啊，侯爷。主菜，多保重，后会有期。驾！驾！你们呐，都给我听着啊！去通知城内所有的商户、所有的大小官员，都来给我这位新上位的侯爷献点宝啊！来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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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大事了！大哥，你知不知道，新皇杨广登基了？你叔叔中草王武章剑，武建章。哦，对，武建章，他马店已经被诛灭9族了。朝廷现在又派兵围剿南阳关的武云昭了。大哥，你倒是出个主意呀！哎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走，去南阳关。诸位兄弟，兄弟们，抄家伙！是。
报，外面来了一名壮汉，说是要为朱家庄的人报仇，疯了似的，正在外面骂您呢。那就把他的舌头给我割了，看他还怎么骂；再把他的腿给我打断，看他怎么报仇。是。寨主武云昭的哥哥，你是侯爷的哥哥？怎么，你认识我弟弟？当然认得，侯爷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送走了侯爷，回到村子里，发现我全村的人都被那些朝廷的恶鬼给杀了，就连我娘家也。我朱灿，从今以后与大隋朝势不两立。天杀的朝廷！我弟弟武云昭去哪儿了？到凤鸣关李子通那里去了。好，你救了我弟弟，那就是武家的恩人。若不嫌弃，就加入我陀螺寨，咱们一起上，把南阳关给我捣烂！好啊，求之不得！弟兄们，上！平民朱灿与武天锡、熊拓海在南阳关举旗造反，朱灿称南阳王，驻兵南阳关。至此，各路英雄纷纷举起反隋大旗，拉开了推翻隋朝暴政的序幕。你饿不饿呀？要不吃点东西吧？这哪有吃的呀？跟着我来吧。走，干！诸位啊，只可惜今日这王伯当王贤弟不在，啊，在长安一事呢，我与王贤弟起了争执。今日来呢，就是想和王贤弟化开这心中之结，和诸位兄弟畅饮一番。哎呀，钱二哥，大家都是好兄弟，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！钱二哥，放心，没事儿。好，哥哥，你可回来了，我等兄弟在这里敬你一杯。好，就是啊，这1个多月的好吃好喝，你看我们都吃胖了。哎呦，对呀，果然是胖了啊！那是。来来来，喝一个，来。啊，走吧。钱二哥啊，咱们这几日没见，就给我们带来这么一个貌美如花的嫂子，钱二哥真是好福气呀！是啊，教我们的。别胡闹，别胡闹啊！哼！啊，你们不要误会，这是我在路途中刚刚认识的
玉儿姑娘。啊，玉儿姑娘，我这几位兄弟啊，都是绿林中的好汉，在我眼中啊，他们是劫富济贫、仗义疏财的汉子，比起那些官府中的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狗官来，要强上万倍。玉儿敬哥哥们一杯。嫂嫂好，来，你们在这里可还习惯？玉儿想在这儿向哥哥打听一个人，可嫂嫂请讲。在你们这些绿林英雄当中，有没有一个叫程咬金？想在这儿向哥哥打听一个人，可否？嫂嫂请讲。在你们这些绿林英雄当中，有没有一个叫程咬金的？再喝一杯。程咬金，未曾听说。哦，我倒知道有一个叫齐国远的。来，诸位兄弟啊，抓紧时间吃啊！怎么样？喝完这杯就得回去复命了。来，郑二哥，来，各位兄弟。这济南府真是热闹啊！是啊，好热闹啊！好了，各位，咱们终于回到济南了。这一路辛苦，今日啊，大家就回去休息。明日一早，咱们再去大帅府复命。多谢哥哥一路照顾，告辞。告辞。秦大哥。啊。这济南府也到了，你不请我到你们家坐坐啊？逗你玩的。我来到这儿总得有个住处吧？早就安排好了，走。两位贤弟，秦大哥，哎呀，秦大哥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这位是玉儿姑娘。玉儿见过两位哥哥。姑娘有礼，不必客气。两位贤弟，我得马上交差去了，不能留在这儿。这玉儿姑娘就好生交给你们照顾了啊。好，玉儿姑娘交给我们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好。玉儿姑娘，我就先回去交差了。这两位都是我过命的兄弟啊，你就放心待在这儿。等我交完差之后，我就马上回来接你。好，秦大哥，相助之恩，玉儿无以为报。言重。好，兄弟，告辞。告辞，大哥。告辞。世信又要在外面吃啊？他又在外面等秦大哥回来呢。世信这孩子呀，哎呀，树宝说1个月之内就回来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啊？在外发生什么也说不定啊！呸！我是乌鸦嘴。我是说呀，这保不齐前途当中遇到阴天下雨什么的，也会耽误行程吧？伯母，你就放心吧。把这个给世信送去吧。哎，好嘞。世信，笑死我！来吃饭了。我不吃。怎么了？吃饭啊！我不想吃。怎么了？像哥哥想的，连饭都不愿意吃了。哥哥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没回来，都一墙的圈了。一墙的圈？什么一墙的圈？每次太阳落山，我都在墙上画一个圈儿，都画了一墙了，我哥哥也没回来。世信乖啊，我们先把这个香喷喷的馒头吃了，再画圈，好不好？
我不想吃，我哥哥不回来，我不吃东西。哎，石信，你看，哥回来了。你别骗我了。石信，你快看，真的是钱二哥，真的。石信，哥，石信，哥，行了，石信，钱二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石信，快拿东西，让钱二哥进屋吃饭去。好嘞，我去告诉伯母去。走，石信，走。娘，叔宝回来了。叔宝，叔宝回来了。叔宝，你可回来了。娘，孩儿不孝，让娘担心了。孩儿也不孝，让娘担心了。傻，快起来！快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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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起来，饿了吧？快进屋吃饭。进屋吧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走。娘，来，你吃。娘，娘，你看。吃吧，吃吧。哦，对了，娘，我得去趟大帅府，把这批文给交了。哟，那快去吧。哎，不行，哥，你刚回来，不许出去。石信，哥哥去办事儿啊，去就回啊。哥，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你要走，我跟你一起去。石信，又不听话了。石信啊，哥哥真不走啊，去就回。骗我？不骗你，在家听娘的话，好好陪娘啊。娘，那我走了。去吧。秦琼一家团圆，其乐融融。来，而结了黄冈的程咬金却耐不住在地窖里的寂寞，偷偷地跑了出来，还把劫来的银子散给百姓，大出风头。哎呀，把这主人家吧啊！哎，听吧。哎，打路，再给我！真的是银子！哦，起来！哎，扶起来！哎，别抢，发银子了啊！别抢，都有。庄主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大员都出事了。不见了，对，我刚刚去给他送饭，发现地窖门开着，里面连个人影都没有。走，看看。庄主，出大事了！大员外一大清早到山里来拿黄冈，说是要发给穷人，还说是您让他拿的。小的当时也没多想，就由他去了。后来越想越不对劲，就回来向您禀报。庄主，这银子上可烙着官印呢，要是落入官府的手上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朱能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就是把大员外抬，也要给我抬回来。还有，散出去的银子也重要，一定都不能少。快去！是。快走！哎，别抢！哎，人有份啊！哎，人有份！来！哎呦，哎，不客气，老人家。哎，姑娘，哎，几岁了？啊，来，爷爷抱抱。好孩子。哎呦，看看爷爷，看爷爷给什么啊？给爷爷给大烧鸡吃啊！好，给爷爷。银子，哎，别抢啊！人有份啊！人有份。程爷给咱发银子，咱们给程爷磕个头吧！哎呀，各位乡亲，那天老程我要是当了皇上啊，每天发银子，天天发酒发肉那咱们就祝程爷早日当上皇上！请起，起来吧！哎，
哎，回家吧，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叫来。哎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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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好好。来，把银子收回去。来，拿回家，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叫来。哎，大员外，老娘在家等您呢。哦，我老娘。是。娘啊，娘，不能，老娘呢？大员外，大哥，我跟您说实话，老夫人她好着呢。我若不这么说，我叫不回来。娘，我拽死你！你他娘敢骗我！哥哥啊，哥哥啊，你可知道你已经犯下大错了？哎呀，兄弟啊，不就是给百姓发银子吗？瞧把你吓的！哎，中堂，在，我让你追回来的银子呢？这，二哥都在这儿呢。怎么回事？1排2就剩20两了。这，其余的都让大员外给散发出去了。那你还愣这儿干嘛？还不快去追？是。发出去的银两再要回来。尤俊达，你他娘的不厚道啊你！哥哥，哎，这些银两是什么？你可是知道的。银子是我劫的，当初咱们兄弟俩都说好了，这48万两银子全部发给百姓。你他娘的！哥哥，我听你的，我不跟你争辩了，好吗？这样吧，我拿咱庄上的银子跟他们换，你看如何？2锭换1锭，2锭换1锭。那银子少了，谁他娘的换呢？行，那就依哥哥的。中堂，在。你速派人把咱们庄上的银子拢一拢，发出消息，谁愿意拿那官银跟咱们换，咱们就加。兄弟，加倍跟咱们换。兄弟，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呢。这事儿我去吧。哎呦，哥哥，哎呀，哥哥，你可千万不能再露面了。这事我来办，你相信我啊！我办好了以后，我回来请示你。你看，哎呦，好，兄弟，起来，千万不能再。哎呀，起来，使不得，兄弟。哥哥，哎，你最近没睡好吧？哎呀，是啊，我赶紧睡觉回劳啊。是，回。那哥哥我就回屋睡了。回屋睡觉。哎呀，睡觉。回去没？回去了。庄主，在这个时候去古兰庄，是不是觉得有点太招摇了呀？就为了这80两的黄冈，把小汝庄所有的银两都打进去，小弟觉得有点真的不值啊。黄冈流落在外，麻烦不是更大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想让官府来查咱们？是，小弟立即去办。等等，记住了，千万不能暴露身份啊！是，去吧。哎，跟你们换银子了！过去！换银子！哎，快点！到我店里看看！哎，长官，来看干嘛？程咬金应该就在济南府没错，可是济南府那么大，去哪儿？换银子！快点！哎呀，我的银子！哎，这位大哥，您这手上的银子可否跟我兑换一下？我出2倍的价格。那可以啊。这点银子归你了，这个银。谢谢小姐。果然是登州府被劫的黄冈。庄主，这黄冈都收回来了吗？都收回来了，能收到的都在这儿了，只是还少了1锭。什么？少了1锭？速派人将这些银子还有藏在山洞里那些一起熔掉。
有少的那块儿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可发出来。是。姑娘莫惊，我们是受庄主之命，请姑娘到窗上一坐。不知你们庄主是谁啊？去了就知道了。想必是程咬金人，我倒要去看看他们是什么人。好，那你带路吧。且。即使官府来抓咱们，有哥哥替你顶着呢，你哭丧个什么脸呢？庄主，要找的人带来了。哎，什么人呀？啊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哥哥，是一个女人，这种事儿你就不要再管了吧。走走走，哎，兄弟，还不是因为你找了很久才找到这个拿银子的女人。住口！哎，兄弟，什么女人啊？哥哥，要兄弟说，你就好生的待在这儿，吃吃酒，睡睡觉啊。外面的事情从今日起你就不要再管了。哎，兄弟，兄弟的事儿就是哥哥的事儿，兄弟的女人就是哥哥的，就是你的女人。哥哥，哎，没有事儿，没有女人，这真没有。我们好生待着，好生待着。走走，庄主，大哥啊，睡吧。玉儿姑娘，能请到你，实乃有某之幸。来，请上座。庄主，姑娘请。尤庄主如此大动干戈的把我请来，所谓何事啊？玉儿姑娘莫要担心，凡进我汝南庄者皆是客。可是听您的口音，不是本地人啊。尤庄主有话直说，无需遮遮掩掩。哎呀，尤俊达，尤俊达，你跟人家姑娘又不认识，你套什么近乎啊？人家姑娘是来找我的。程咬金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老程在外也声名远扬啊。坐坐坐，姑娘。哎呀，哎，大哥。姑娘，面熟啊！程大哥不记得了，我们数月前曾在小树林里相遇过。哎呀，瞧我这个记性！你是说我老程在那小树林练斧的时候，你把我老程给记住了，是不是？玉儿姑娘，请见谅，我跟我大哥还有一事要商。大哥，来借步。没事。有事儿。哎呀，有事儿，有事儿，有事儿，没事儿，出去，出去。我跟人家姑娘谈点事儿，你瞎掺和什么呀？这，大哥，哎，你，哥们儿，姑娘，贵姓？程大哥叫我玉儿就好。玉儿，哎呀，好名字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我此次前来是有要事相问。程大哥可否记得关于黄冈被劫一案之事？哎呀，玉儿姑娘，你算是问对人了。黄冈就是俺老程姐。您姐的？哎，姑娘，
你不信啊？这被劫来的银子我都发出去了。这一带没有不知道我老程的。程大哥，此次善举，玉儿实在佩服。不提不提。程大哥，玉儿也想加入你们的行列当中，一起行善，可否？不过，玉儿姑娘，来，走。姑娘，有话直说。程大哥为人豪爽，倒是刚刚的庄主，不知道他是否乐意将银子散发到老百姓手上呢？尤俊达呀，他这个人呀，做事磨磨唧唧的，你呀往里。这事儿我说了算，一会儿我去劝劝他。姑娘，用点茶点啊，我去就回。庄主，这我那哥哥那张大嘴，又不知道在乱说什么。兄弟，哥哥一出马，这事儿全搞定了。是吗？是啊。那银子要回来没？那个姑娘什么身份？你管她什么身份呢？那银子不都得发给百姓吗？哥哥啊，那锭官银可是咱劫来的呀。那锭官银就留给那姑娘吧。咱劫银子这事儿，你没跟他讲吗？说了，我劫的。啊，对，还有你。来，走啊！尤庄主，请受玉儿一拜。姑娘，玉儿姑娘配合行如此大礼。程大哥将尤庄主济弱扶贫、仗义疏财之事告诉了玉儿，玉儿深感佩服，只能以一拜来表敬仰之心。不值得一提，不值得一提。玉儿姑娘，尤某愧不敢当。来，请坐。坐。这么说，玉儿姑娘已经知道银子的来路了。实不相瞒，当我拿到此银两的时候，便发现此物正是官府悬赏要追回的黄冈。我也猜到你们会来找我。哦，那就是说玉儿姑娘是有备而来。尤俊达，这叫什么话？这事关黄冈大事，我们庄主当然要问个清楚了。庄主无需多虑，我若真的与你们为敌，早在你们找我之前，我便可以拿着银子报告官府。即使我来不及报告官府，小女子也学过几招武艺，你们未必能把我请得过来。话已至此，若是庄主仍对我有防备之心，那我也无话可说了。玉儿姑娘，胸怀坦荡，侠肝义胆，方才句句在理，尤某惭愧。都是为民所想，只是殊途同归罢了。其实我等劫这批黄冈，确实为了扶危济困所用。除了姑娘手里保存的内锭之外，其他的都已经熔掉了。只怕姑娘手里的内锭，如果被官府搜了去的话。尤庄主放心，既然开口了，我把银子还给你便是。那好，那就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，这即便是我们把官银熔了，以眼前的局面，恐怕也不易大张旗鼓地散出去。不，这么麻烦呢？也对，这说的也对。不如将银子换为粮食，挨家挨户地发到百姓手中。好主意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过玉儿姑娘，我跟我大哥吧，现在还被官府缉拿之中。如果我俩出面去散这个粮食的话，我这个窗，让我去吧。那不好吧？我非历城人，又孑然一身，无牵无挂，此事要我办最为妥当。豪杰，女中豪杰，巾帼英雄。朱能，我命你暗中协助玉儿姑娘办妥此事，明白吗？是，朱能定会如命。朱老大，
今天吃馒头啊？世信就喜欢吃馒头，那个大的给世信吃吧。就知道吃。世信，往哪提桶水？好嘞。娘，要多少？娘说提你就提啊。倒。啊，好。娘，我来。吃馒头，世信就喜欢吃馒头。娘，我帮您扇火吧，这样快点。世信，你饿了吗？快点熟，快点熟，快点。一会儿馒头就熟了。哎呀，世信，馒头熟了。哎呦，你别着急，别烫着你了，慢点啊。娘蒸的馒头真香。哎，你这是干嘛呀？烫着了。哎，这馒头管够，世信，你别烫着。我去给我哥送点。哎，等。哎，你吃饱了再去啊。我想让我哥哥先吃饱了，那些都是我的。找我哥哥，进去吧。哥，哟，世信，我给你送好吃的来了，馒头。馒头，在哪儿呢？在这儿。吃啊吃，哥。哟，吃啊吃，娘新蒸的。哎呀，你个傻弟弟。烫不烫？不烫，让我看看。还不烫，就而已，没事。世信，以后不准再这样，给哥哥送馒头啊！知道了，我只想让哥哥吃热的。哥哥，你吃啊吃，娘说了，不让我打扰你公务，我先回去了。哥，我先回去了。唐大帅，王光隐，捉拿响马一案，你可有了新的线索？一点头绪都没有。大胆！这眼看期限就到了，你却说没有任何头绪，你可知靠山王下了死命令，黄冈被劫，就出在你们历城县境内。若是找不到，不光你没命，山东72家堂客都得受到牵连，就是本帅也得陪着你去死。是，卑职无能，还请大帅息怒。不过，卑职倒是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卑职此次前来，就是想托请大帅，劝一劝府里的秦琼秦大爷，能够出面缉拿响马。他在本县当值的时候，可是无人不服的响马克星。若是由他出马，必能将响马一网打尽，也好给靠山王一个交代。来人，在，把秦琼叫来。是。好，唐大帅，大人啊，秦大爷，多日不见，本县令这厢有礼了。哎，客气。叔宝，近来手头上的事可多？回大人，我刚从长安城送完贺礼回来，最近几日手头上没什么事情。这次王大人来是想托你查清这黄冈被劫一案。大人所说的可是48万两黄冈被劫一案？正是。啊，叔宝啊，请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念鱼情念水情啊！要是能拿到响马，不仅本县不会忘记您的大恩，就连山东的72家堂官也不会忘记您的大德啊！眼看期限就要到了，如果您不救我们的话，我们可就没命了呀！而且大帅要跟着遭罪呀！哟，大人，快行起，
快起来！这办案交差，本是我秦琼该做的事情。哎，这位兄弟，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哎，这位大哥，小弟想跟你打听个事儿。这位军爷客气，您想打听啥呀？我想问你啊，近日是否有人在这条街上将银子换取银子？你听说了吗？不止听说，我还见过呢。哦，昨儿你可没见到，满满一车白花花的银元宝，换了半车呀！这赔钱的买卖我还第一次见呢。哎，这位大哥，你可知道这是何人所为？哎呦，那谁知道？看那打扮，绝对不是你们官府的，说不定是哪个瓢把子脱手赃银呢。哦，多谢了。哈，不客气。啊，走了。近几日忙于查案，未曾去看望玉儿姑娘。对，也正好去问问她是否听闻换银之事。秦大哥快坐。哎，好嘞。玉儿姑娘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？习惯。啊。秦大哥来有何事啊？之前我答应过姑娘，说办完此案之后就带着你出城去寻亲。可眼下突然又有一个很重要的案子落在我身上，恐怕带你出城寻亲的日子得往后拖拖了。倒也不急，秦大哥不要因为我的事而耽误了公务。其实我在这儿也有一些事情要办，也需要多留些时日。好。哎，玉儿姑娘，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。说。玉儿姑娘是否听说最近在这街上有人散发银锭，又用双倍把它换回之事？秦大哥要查的案子跟这个有关吗？关于银子散发之事，只是有所耳闻，听到百姓议论过，我没有亲眼见到。但我之前听姑娘曾经跟我说过这靠山王黄冈被劫一案，如今我办的案子正是此案。在街上散发银锭又匆忙换回，此事十分蹊跷。我觉得或许跟我办的案子有关。秦大哥，黄冈一事已过去许久，至今也没有什么眉目。若是这些黄冈是被那些响马所劫，可这些响马却把那些银子散发给百姓，也算是一件善事。秦大哥觉得呢？我秦琼是官道中人，查清此案的真相是我的本职。如果真如姑娘所说，这些人干了如此义举，秦某哪怕是丢掉官职，也会成全他们的英雄之举。依我看，这秦琼并非不懂道义之人。若是他知道这被劫的黄冈的用处，或许也不会为难我们。哦，二哥的为人我当然知道，可他也是为官之人。咱们劫的银两又不是普通的银子，我觉得咱们分发粮食的事情还是暂时缓一缓。还有玉儿姑娘，
我的汝南庄近几日你还是少来为妙。好，我这就吩咐下去，暂停分发粮食。告辞。走好。当家的，都说秦琼、秦叔宝办案如神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马踏黄河两岸，简打三州六府，交友赛孟尝，孝母赛专诸。你跟了我这么久，连这个名头都不知道吗？是是是。还有总瓢把子单二爷下过大令，任何人不得伤害于他。都怪这个程咬金啊！你说他劫道吧，还把自己的名字跑出去，还到大街上发什么官银？你说这怎么说话呢？他可是我一个头磕到地上的大哥。再者说，就算哥哥不报名字，不发官银，您秦琼的本事也是可以查过来的。庄主，要不咱们就办个哭丧祭，明天我就开始办丧事。秦琼的人要是来问，我就说丧事已经办了7749天。对待官府的人，要想不动干戈，只有这个办法。大哥，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啊，江湖上人都这么办。我娘还健在呢。秦琼看不出哭丧祭吗？那我们只能坐着，就等着秦琼来抓我们呀。哎，怎么就不行啊？您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怎么就不能来呀？娘。哎呀，我看你们呐，这几天呐，愁的是吃不下喝不下。横是遇上横茬了。那个阿丑已经是拜把兄弟了，已经是亲如兄弟了。我这个当老娘的想轻浮了，可是也不能总是这么享受下去吧，总得要干点什么。是，老娘是老了，可是趁着老娘还硬了啊！用我一把，我帮你们一把忙。娘，别，先别。假戏真做，唱一出大戏。亲娘啊，亲娘！怎么着？不信是吧？都去准备去呀！好。有人打，你他娘的哭你娘，把娘当干开，这他娘的算什么事儿啊？今夜到此何事？这尤家何人故去？我们家老夫人先游了。麻烦禀报庄主，就说单雄信的兄弟前来吊祭。是，请秦爷在这儿稍等，小的马上去通传。哎呦，二哥，哦，您就是单二爷经常提起的秦琼秦二哥吧？久仰二
早闻庄主的英名，今日秦琼在附近办案，路过此地。哎呀，前来拜会兄弟。哎呦，原来如此啊，二哥。这是家母刚刚过世，小弟正在办理丧事，若有照顾不周之处，哎，兄弟，今日不请自来，冒昧打搅，还望兄弟节哀。哎呦，没有，来，二哥，快请。好。二哥，请。好。二哥，请。二哥啊，请好，请上座。坐。请。之前单贤弟曾经嘱咐过，让我路过此庄前来拜贺。可未曾想到今日遇到伯母过世。贤弟，伯母是因何而故啊？